聯邦財長商鵬飛尋日公布咗總理卡尼上任以嚟嘅第一份預算案，主題係加拿大更強大，以高赤字、大投資為重點。喺大幅增加國防開支、支持基建項目同埋住屋建設嘅同時，又會縮減公共服務嘅部門。到底今次聯邦預算案係咪方向正確呢？開支會唔會過大？而又係咪能夠幫助到商界企業應對關稅嘅經濟挑戰呢？今日好高興咧，請到特許專業會計師，本身亦都係創業協進會成員嘅黎宏進咧，同我哋傾下嘅。係，歡迎你 Wilbert，你好。你好 Kenneth， 你好。唔該晒你嘅時間先。嗱，先睇睇呢份預算案咧，我哋睇喺赤字方面嚇，大家都好關注嘅。今年嘅財政年度嘅赤字咧，就預計係780億嚇。雖然低過一啲經濟學家嘅原先嘅預期，但係咪仍然過高咧？我哋能唔能夠承擔到咧？你睇下呢個而家嘅背景情況點樣先？加拿大嘅生產力咧本身咧係好平庸嘅，即係喺呢個盟國裏邊咧唔係一個偏高嘅，所以變咗咧不加大呢個基建嘅投資，加緊呢個科研啊同埋呢個廠房設備嘅投資，嚟引呢個商家嚟到加大呢個投資咧，會對呢個生產力咧有幫助。生產力嘅幫助咧就會推動咗呢個國民生產總值嘅增加。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希望咧經濟發展嘅目標啦。但係做唔做得到咧？咁我睇下佢真係實行嘅時候點樣做法啦。去翻呢個負擔性呢個問題啊 Kenneth 就話咧上一年啦或者係秋季嗰個財務報告啦我哋估計呢個負債咧係呢個國民生產總值咧係40%至41%。呢個預算咧會推咗呢個比率咧去到42.4%。所以嘅壓力梗係增加咗，呢個負債嘅壓力梗係增加咗，負擔性增加咗。但係因為個增加淨係有限度咧，同埋咧佢呢個預算咧3年內咧會降翻低啦。咁變咗咧，大家估計呢個 Triple A 呢個信用評估個評分咧係唔會跌嘅。同埋而家即係銀行息口低翻啲嚇，可能都有少少幫助㗎嚇。OK， 咁另一方面咧，今年即係個財政預算案嘅一個首創啦，可以咁講，就係將呢個支出咧分開2大類嚟到列出嚟嘅，一個係資本嘅支出，一個係營運嘅支出。你認為咁樣做係方便會計啊，或者我哋成日話係咪做靚條數啊，定係真係有實際嘅好處嘅咧？嗱，呢兩個概念咧，會計上咧係合理嘅，但係你點樣用法咧？用唔用得其所咧，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佢呢個財政預算咧話咧，擺一個項目叫做咧資本支出。資本支出嘅意思即係話咧，個受益期係超過1年嘅。咁理論上啦，如果呢個支出係呢個受益期超過1年都好合理咧，因為你咁多基建啊、咁多科技投資啊，超一個受益超過1年好合理嘅。但係咧，佢都有一個目標嘅。就話佢嘅咧，就話咧呢個額外嘅借款咧，係主要咧支付呢個咧資本支出。支付知唔知係個長遠嚟講咧係有利嘅，所以佢咁樣解釋出嚟咧，變咗咧好似咧人哋就容易信服啲，用呢個2個咁嘅字眼咧嚟到表達呢個財務報告。明白 ，OK， 好。咁咧喺預算案裏面，大家當然知道咧，大幅投資咗喺基建啊，有510億啊，同埋即係要符合翻呢個北約嘅軍備嘅要求，就有810億嘅軍備嘅費用嚇。咁但係喺幫助商界企業應對大家都好關心嘅呢個關稅嘅一個措施方面，係咪足夠咧？係咪主要都係喺一啲稅務嘅回扣方面咧？嗱，呢個關稅咧，而家咧即係除咗呢個自由貿易嗰啲項目咧冇受影響之外，先唔先嚇？而家咧已經係呢個鋁業、鋼業、林木業已經發生緊嘅，已經有緊壓力㗎啦。咁聯邦政府都有呢個宣佈咧，話點樣幫助嗰啲失業嘅工人啊，或者呢個行業有資助咧。咁佢開始做緊啲嘢。去翻嚟話呢個夠唔夠幫唔幫到商家呢度啦？佢有2個幾好嘅路向嘅。一個咧就係咧佢幾鼓勵咧幫助咧即係資助一啲咧。向美國以外嘅市場發展市場，OK， 好依賴美國咁多。另外一個就係鼓勵啲投資啊或者商家咧向咧加拿大嘅供應商咧嚟到購買。佢呢個有啲資助，有啲鼓舞嘅。所以呢2個咧係一個間接咧點都幫助一啲加拿大嘅經濟發展咯。明白。OK， 咁呢啲可能係大企業方面啦，但係咧即係好多人批評啦嚇，即係今次財政預算案對中小企甚至喺民生方面啊、個人家庭方面啊嗰個負擔性方面咧，似乎好似被忽略喎。我哋話好似好多投資都係遠水不能夠近火喎，你點睇咧？你呢個觀察係幾啱嘅，因為咧呢個財政預算咧冇新嘅而大嘅項目咧。係呢個對呢個中小型企業嘅資助，OK 冇減到稅，
對呢個個人嚟講咧，亦都係少一個好少嘅項目，就係話咧，稅務局咧會自動咧主動咧幫低收入人士報稅，變咗有啲嘅資助啊，譬如 HST 啊，其他嗰啲低收入資助咧，嗰個人咧唔報稅咧，政府都俾緊啲錢嚟，咁呢個係好嘢啦。咁另外又有幫助，都會影響中小型就嗰個稅務嘅科技嘅投資，同埋呢個廠房設備嘅稅務嘅回購同註銷，呢個中小型企業都可以用得到啦。但係即係你話新嘅嘢好似舊年有個 HST 減嗰啲嘢，就冇呢咁嘅嘢。係，即係冇得派糖啦嚇！我哋即係一般升斗市民咧，似乎喺呢個財政預算案度咧，就即係冇一啲嘅即時嘅幫助嚇，即係市民未必高興啦嚇。嗱咁除咗開支之外咧，今次其中一個重點咧，即係當然咧，即係有開源亦都要節流啦嚇。都會強調咧，即係削減政府嘅支出，可以話削減到512億咁多，包括會裁減4萬個職位。你覺得咁樣係咪真係可行咧？會唔會政府嘅服務質素會下降咧？呢個係隱憂嚟㗎 Kenneth，OK？咁咧佢都有啲人增加咗嘅，佢係增加咗咧呢個預算咧，增加咗請多1000個騎警咧 RCMP 啦，你會請多1000個邊防嗰啲督察啊，咁請多一人啦。所以你話3年內你會呢個減呢個4萬個工作崗位咧，咁可能佢嘅根據點樣慢慢鼓勵啲提早退休啊咁樣。係呢一個隱憂嚟講，即係希望咧政府咧佢同時都講過佢去做啊。點樣用 AI 嚟增加呢個嘅工作效率？咁同時咧，每一個機構都有啲精簡架構嘅方法咧，希望喺嗰度，同埋咧集中喺培訓嗰方面。咁啊，譬如你個個案咧，好似係 CRA 㗎啦，啲人打電話 CRA 嘅查詢電話咧，成日都打唔通嘅。係 OK，同埋咧有時咧超過一半時間咧佢哋答錯嘅。咁呢個培訓方面咧有一個嘢要做咧，佢話用 AI 嚟到培訓嗰人。咁呢個係大家係可以做咧，用 AI 嚟幫助培訓又好，增加效率又好，睇希望呢個服務嘅質素咧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咯。明白。整體嚟講，你點樣評分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咧？係咪真係做到一份佢認為可以令加拿大更加強大嘅預算案咧？長遠嚟講咧，個目標喺度 ，OK， 所以呢個長遠嚟講，佢嘅適合性嚟講，增加生產力呢個路向。鼓勵呢個商界投資，用呢個稅務優惠嚟去做呢樣嘢，呢個路向啱嘅，呢個我會比較 A 佢啦。係。咁但係你話遠水救唔到近火，對中小型企業啊，對而家民生今日去買 grocery 有冇幫助咧？呢個就係弱咗好多啦。呢個係 B， 咁between B plus A 加 A- 之間咧，我諗。OK， 好，咁希望呢份預算案亦都方向正確嚇，真係可以幫到加拿大，可以更加強大，或者起碼可以應對今次即係關稅嘅一啲嘅經濟挑戰嚇。唔該晒 Wilbert 今日同我哋作出嘅分析，有機會再傾偈。Thank you。好，拜拜。拜拜。剛才咧係同特許專業會計師兼創業協進會成員黎宏俊呢，同我哋評論下聯邦自由黨政府咧尋日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內容嘅。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轉頭見。